能一段差起讲说，不是讲叫当时咱们口头里啊，具体的参与起，当然了个参与那个名词，那样的표현 나는 매번 들어야 돼. 인지식도 표주체. 이내 거 캡도 뭐 저기. 아니 딱서 당연히. 저희 뭐 저다 가당 가라서 리글럼 수준에 거 잡아 제당 그 탑람을 지르라 그 잡아 제당 가서 그게 잡아 지습지 말이 어떤 그 잡아 제세 유디 다这个参与的、苦有的、班长的、学习的、各类呢，工作出来是吧？这一集我们来学2个常用的变经术语 ，cap 和马 cap。cap 在中文是周变 ，cap 本身有遍布、遍满的意思。这边的周变 cap 以及不周变马 cap。是比对2样东西的范围，亦可用在辨析音相和所立法这2者的周变关系是否成立，借此来探究所安立的音相是否合乎逻辑，理路是否正确。整体上来讲，若是 A 被是 B 周变，表示 A 的范围会被 B 的范围所涵盖遍满，所以 A 的范围小于或者等于 B。比如说，若是比丘被是人周变，给弄银那密银北 cap， 给弄是比丘，银是事，那是如果，给弄银那若是比丘，密是人，引巴是事。萨是一个格位词，表示用前面的密引巴是人来做一个动作。cap 就是刚才讲的周变，所以给弄引那密引北 cap 就是是人的范围去遍满涵盖是比丘的范围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是比丘的范围被是人的范围遍满，因此若是比丘被是人周变，白话就是如果是比丘就一定是人的意思。这个是 A 比丘的范围小于 B 人的范围的例子。另外，若是境被是所知周变，于银那歇加银北 cap， 于是境，银是事，那是如果，于银那就是若是境，歇加是所知，引把是事，萨是一个格位词，表示用前面的歇加引把是所知去做一个动作。cap 是遍满周遍，所以于银那歇加引北 cap 就是是所知的范围去遍满涵盖是境的范围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如果是境的范围被是所知的范围遍满，所以说若是境被是所知周遍，白话就是如果是境就一定是所知的意思。这个是 A 境的范围等于 B 所知的范围的例子。另一个术语是马 cap， 马 cap， 马是否定词，cap 是周变，所以马 cap 就是不周变、不被周变的意思。若是 A 不被是 B 周变，表示 A 的范围不会被 B 的范围所涵盖， B 的范围不会去遍满 A 的范围。白话一点，就是如果是 A， 不一定是 B。举例来说，若是人不被是比丘周变，密银那给弄银北马 cap， 密是人，银是事，那是如果，密银那若是人，给弄比丘，银把是事，萨是一个格位词，表示用是比丘给弄银把去做一个动作。后面的马 cap 就是否定周变，所以密银那
给弄音北马克，就是若是人的范围不会被是比丘的范围所遍满，否定被是比丘的范围所遍满的意思。因此，若是人不被是比丘周遍，白话一点就是如果是人，不一定是比丘的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来复习一次 cap cap 给弄音啊咪音北 cap 给弄音啊咪音北 cap 与音啊歇加音北 cap 与音啊歇加音北 cap 马 cap 马 cap 咪音啊给弄音北马 cap 咪音啊给弄音北马 cap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。Just today。